年先推出第一張專輯，但係直至到今年9月已經舉行過2次嘅歌唱，超晒版嘅新城勁爆躍進歌手金獎得主鄭俊弘。希望各位 fans 可以再大力啲嘅掌聲係嘛？係啊，我哋睇唔到啲掌聲，可唔可以大力啲啊？大聲啲好冇啊？好，我哋影完合照之後咧，可以咁多位望住我哋中央大會攝影師。好啦，而家請我哋嘅台上嘅得獎歌手啦，可以啦去到我哋嘅台上面啦、梯級上面啦，去到一陣咧，我哋要影一個大合照嘅噃。首先現場嘅所有嘅朋友、所有現場嘅觀眾同我台上一眾嘅所有歌手朋友，大家俾掌聲自己，俾掌聲喺台上一眾嘅歌手們好唔好啊？佢哋有努力成果啦，我哋有目共睹㗎。咁啊，正話啦，我哋已經第一時間喺呢個新城勁爆頒獎禮2021裏面咧，就睇咗呢一個新人啦。呢個時候，不如我哋一齊歡迎所有出席今晚頒獎禮嘅歌手們，好唔好？亦都請我哋各位嘅觀眾咧，用最熱烈嘅掌聲去到歡迎我哋。係人生第一次攞到跟住我哋嘅獎項㗎。相信唔止係佢哋啦，我哋啦，佢哋嘅粉絲啊都等呢個重要時刻等咗好耐㗎啦。咁所以大家咧要熱烈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嚟恭喜佢哋喎。咁呢一個重要嘅時刻，請出我哋重要嘅頒獎嘉賓為我哋頒獎。有請恒生銀行市場推廣總監何婉明小姐為我哋頒獎，有請何小姐。俾掌聲。Thank you。咁咧稍後就會先嚟揭曉男歌手㗎啦。何小姐你好，信封喺我手上。新城勁爆男歌手。噔噔噔噔，新城勁爆男歌手得獎者係洪卓立、陳柏宇、鄭俊弘，仲有金獎嘅許廷鏗，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洪卓立今年表現非情歌唱片，面對住壓力仍然勇於嘗試，為大家帶嚟新鮮感，希望勁爆男歌手呢個獎勵，令你繼續有可做出更加多嘅突破。Jason 陳柏宇今年咧用咗更加成熟嘅方式去演繹佢嘅歌曲喎，咁佢嘅派台作品咧喺多個嘅平台啦嘅排行榜都得到好出色嘅表現，拎到好好嘅成績，用唔同嘅聲音去演繹友情啦、親情啦同埋愛情等等唔同嘅故事，完全展示到佢嘅實力。而鄭俊弘咧不足1年之內咧再開個人演唱會咧，就同泰盈同台唱歌，總自己攞咗勁爆躍進歌手金獎一樣上嚟，我哋攞埋男歌手，恭喜晒！恭喜！仲有我哋嘅金獎 Alfred 許廷鏗，咁今年咧佢好多事都係親力親為咁樣去做喎，包括咧佢宣傳歌曲設計圖案啦，以及咧執到呢一個勁爆金獎。見到咁多位歌手手上面咧都有一個獎㗎咯喎，另外仲有一隻手啊嘛，攞到個獎就冇問題啦，因為我哋咁多位啊。多謝 Jason， 仲有許廷鏗嘅遊輪同埋鄭俊弘嘅劇集主題曲《愛同行》，同時亦都成為新城勁爆歌曲，有請何小姐為我哋頒獎。哇！企埋一齊先啦！親密一啲。大家手上thank you，唔該晒。何小姐，咁請歌手就留步啦，因為咧想聽你哋嘅得獎感受啊嘛。好，不如咁啦，身邊啊南哥嚟啦，講兩嘢啦嘛，得唔得？有冇手啊？得啦，係。幫佢。得咗啦，好嘢喎！你錯呢度落得。咁繼續啦。呢度好落得喎，你睇。keep 到好耐嘅。OK，係。喂，你講啦。多謝，喂，真係好攰嘅喂。多謝新城電台啦。我先，佢試緊落去。睇住。幫佢。呢個試落你都可以落到嘅，有請。好。問下陳柏宇幫我手。多謝英文英語做咩？多謝好靚仔嘅耀光。多謝。恭喜晒，繼續加油 ，Fred。多謝唱片公司星夢娛樂，多謝老闆何志棠先生，多謝我嘅 fans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陳柏宇嚟啦，真係，好得，多謝新城，多謝耀光，好開心今次能夠攞到咁多個獎同埋專。阿黃哥先，黃哥，要唔要幫你攞個獎翻去點樣先啊？你自己留錢俾你啊！我幫你攞頭先好嘛嚇，因為跟住落嚟演唱會冇大家為你唱出你嘅得獎作品《愛同行》，好唔好啊？俾掌聲，鄭俊弘。Thank you。誰曾講花開就結果？陽光天黑它已會光，誰料到會過，途中通向遠方。
對手太多，來年的天真發現更多，共夢萬里有我，攜手一起放。同行中一絲一絲中揀最美的盼望，同時將親手一筆一筆去兌承諾。遙遙長路裏定會再破，會像流力萬苦，歷練過再往前看，情情會不風波。如何都牽起手來火，提起火把快要發光，從頭到再振作，定可找到結果。人潮中分不清太多，人同就相交過已不過，同行難你有我，和你一起細看。Thank you。唔該晒鄭俊弘，跟住落嚟要唱歌嘅呢一位女歌手都係姓鄭，今年加盟新公司形象亦都大革新，有請鄭融唱出《Love Heart》。